社区大学台江分校长期推动台语的深耕教育，为了培育台江在地学生，做伙来学唱台江的歌。台江文化中心甲社区大学台江分校今年来合作为家乡来写歌。伫社区大学的作曲班老师陈婉玲的带领，将25首的素人创作曲目改编成做伙来唱台江歌，将台江丰富的生态景象、人文的生活、甲宗教的信仰融入于歌词，用 rap 的方式来呈现。做伙来唱台江歌这条歌一出来的时候，用 rap 的形式，能够安身立命、安心里面。起草了，台江出名这两条，真的那个音乐的力量一下去之后，马上就是振奋人心的感觉就出来了。好，我想当下，我想不管是对于学员来讲，或对于台下的所有的观众来讲，都是一个应该是说很难忘，而且是一种很激励人心的作用。那我常在讲台江文化中心，从我们一开始说要盖文化中心开始，我想有一个很大的精神，大家都没有忘记，就是除了由下而上，最重要就是公私协力以及地方共同参与这件事。我想这个精神，我觉得从开始在筹备，一直到开馆，一直到现在，刚好今年也是我们开馆第5年，同时也是建庄200年。我想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都会告诉我自己，就是说，千万不要忘记这个一开始的精神。10档了后，100档了后，迄时阵咱无伫的，但是100档了后，人会讲咱台江的这个文化时阵，可能歌曲嘛是一个会当讲互大家上当怀念的，可能大家当讲有一条台江接落了，有一条歌了，所以这是足重要。做伙来唱台江歌的专辑，总共29位学生来参与，由着老师来带领，透过钟兴国老师的录制，甲 MMD 职人品牌的设计，运用鲜明的色彩甲风格，诠释台江的在地精神。专辑的制作嘛，得到安顺、安庆、和顺、南兴、海东甲海淀国小等学校的协助。主办单位除了发表专辑的成果，另外嘛，做成教学包分送给合作的学校，进行教育的推广，希望在地歌谣会用一代一代传承落去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